令到每個月嘅消費多1000蚊左右，但係每一日咧就慳翻20分鐘嘅車程。咁我哋咧就可以再睇下兩邊嘅配套，究竟呢1000蚊俾得值唔值咯喎。恭喜你攞到城大或浸大嘅 offer， 但係現實係殘酷嘅。你知唔知你而家要同幾多個人爭床位呢？城大同浸大加埋足足有4萬個學生，但係總宿位就得9300個，即係有超過3萬個學生每年都要出嚟同我哋一齊搶租盤。今日我帶你用學生嘅第一身視角去實測沙田兩大租樓保命區沙田中心同埋第一城去九龍塘站究竟要幾耐？第一站沙田中心，優點得一個，無敵方便。出火車站行幾分鐘，樓下就係新城市廣場。對於我哋呢啲日日要趕早堂嘅學生哥係天堂嚟嘅。但係代價係咩呢？用優專嘅數據話俾你知啦。2026年4月，沙田中心平均尺租已經去到51蚊，甚至最高係見到54。地方細，樓齡舊，但係因為地理位置太好，業主企硬唔減。你想住得舒服，唔好意思，呢度係買時間嘅。我哋而家咧就喺九龍塘嘅 C2 出口呢一度上面咧就已經係城市大學嘅入口啦。咁我哋而家咧就係實測一下城市大學去沙田中心要幾耐啦。咪即係嗱，你哋咁叫我點樣分法咧？咁其實喺九龍塘站搭過去沙田站咧就只係2個站嘅，好快嘅啫喎。啲膠。咁我哋而家咧已經到咗沙田站啦，咁我哋都係用咗8分鐘嘅啫。咁我哋咧就到咗沙田站啦，而家咧就實測下我哋喺沙田站行去沙田中心究竟要幾耐先。OK， 3分鐘啊，3分鐘就3分半鐘就行到去沙田中心啦，咁多位。係。第二站就係沙田第一城啦，呢度嘅感覺咧就似翻個小社區，2房開即實用，好多學生都選擇2個人夾租嘅。你以為呢度會平好多？錯啦，你睇翻2026年嘅真實數據，單月錄得130宗租務成交，創歷史紀錄，而且仲有18伙2房單位嘅尺租突破咗50蚊嘅關口。呢度唔係學生村，係飢餓遊戲。當你仲諗緊嘅時候，個盤就已經俾人簽咗啦。我哋由沙田中心去置富第一城只需要搭89X 嘅巴士線。我哋喺沙田中心搭過去嗰段車程係8個9，由第一城搭翻去就係6個3，咁總共來回咧就係15個2。大家唔好以為我講數據考你哋啊。咁我今日咧就邀請咗一位熱嘅城大學生啦 ，Helly 啦。咁咧我陣間咧就會咧問下佢咧，當年咧啱啱攞到 offer 嗰陣時揾樓嘅血汗史。Helly 啊，我想問下咧，你當年咧啱啱攞到 offer 嗰陣時咧揾樓嘅血汗史係點噶？唉，真係唔講笑啊！嗰陣時啱啱收到 offer 啦，諗住7月先去睇樓，跟住結果咧一聯我哋 agent 咧就同我講咧，嗰啲內地學生啊，朝早一放完盤咧，晏晝就已經用微信支付咧落咗訂，仲要係樓都唔睇，直接落訂添啦。最後就迫於無奈咧，同啲 friend 合租咗間300零尺嘅細2房，尺租仲要46蚊。講真啦，而家喺第一城咧揾租盤真係仲難過 GPA 爆死。好，咁啱啱咧就問咗 Helly 啦，當年啦第一次攞到 offer 嗰陣時有啲咩血汗史啦。咁我哋而家咧身處呢個沙田第一城啦，咁啊帶大家咧去呢個港鐵站嗰度咧，就睇下要行幾耐啦。Let's go！ 咁我哋而家咧就同 Helly 咧一齊行過去港鐵站啦，咁啊睇下要幾耐先。咁啊而家開始計時。咁其實咧，我哋步速比較慢啦，但係都已經行到噶啦，5分鐘之內啦。係個地鐵站就喺前面嘅入口。咁我哋啱啱實測咗咧，行大約5分鐘左右咧，就到呢個第一城站。Helly， 我想問下咧，啱啱我哋由九龍塘搭去沙田啦，其實你作為一個城大學生咧，你覺得遠唔遠啊？講真，其實都唔算遠噶，
我哋一路搭過嚟啦，由九龍塘搭過去沙田咧，只不過係15分鐘、20分鐘嘅路程啦。再加上個巴士咧轉來都係2個字左右啦。其實夾埋咧1個鐘都唔使，就已經可以翻到去呢個第一城，由呢個城大去到第一城啊。對於我哋咧可能住新界人嚟講咧，呢個路程係非常之方便同埋舒服嘅。Kelly，我想問下咧，你覺得你會唔會選擇去特登租沙田第一城咧，去作為你嘅住宿啊？其實我都會考慮啊。講真，真係因為本身咧城大同第一城嘅距離係非常之接近噶，即係對於我哋呢啲新界人嚟講嘅話咧，每日都慳到至少半個鐘或以上嘅時間咧，佢可以做其他嘢或者休息噶，即係可以瞓足啲。咁啊，朝早上堂都可以留心啲咁樣咯。但係你唔會覺得個租金比較貴咩？講真啦，其實呢個都無可避免嘅，因為始終又住唔到 hall 啦，跟住但係又想慳好多時間咧去平時交通方面嗰度，咁所以咧我都覺得咧，其實呢筆錢係使得抵嘅。如果你好似我咁係學生嘅話，就記住呢3萬個宿位缺口係每年重置嘅剛需，唔好諗住等佢跌租啊，早租早保命啊！咁當我係一個好手緊嘅學生啦，沙田中心嘅平均尺價租金係51蚊，而第一城係46蚊。我哋用300尺嘅單位嚟計呢，沙田中心每個月嘅租金呢係仲貴過第一城1500蚊嘅。咁但係呢，我哋喺第一城搭車過去沙田中心再轉地鐵嘅車費呢，來回呢都要多15個2一日。咁我當我30日嚟計啦，都貴450蚊一個月左右噶。其實呢，以我角度嚟睇啦，揀沙田中心會令到每個月嘅消費多1000蚊左右，但係每一日咧就慳翻20分鐘嘅車程。咁我哋咧就可以再睇下兩邊嘅配套，究竟呢1000蚊俾得值唔值咯。沙田中心咧就有大大小小嘅商場可以俾學生選擇唔同嘅美食啦，而第一城嘅商場就係比沙田中心嘅商場更加細嘅，咁選擇都比較少。咁但係第一城贏嗰個地方就係有個街市可以俾學生選擇啦，咁嗰度咧嘅嘢食都係比較平嘅。咁所以放 lunch 嘅時間都可以見到好多唔同嘅學生啦，揀去街市嗰度揾食。咁呢一樣嘢咧，其實就係睇下學生點樣會去揀啦。咁如果俾我揀嘅話，我就會揀第一城啦，因為咧我就好簡單嘅啫，我好中意打籃球。咁第一城嘅籃球場真係好靚嘅。咁如果以生活嘅角度嚟講嘅話咧，我揀第一城啦會。咁我就講完我自己嘅講法啦。咁咧呢一集咧都差唔多去到尾聲啦。下一集我就會帶大家去再繼續探討其他大學附近嘅熱門租盤，咁就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同埋 follow 我哋嘅 IG， 密切關注我哋嘅最新消息。我係 Daniel，我哋下集再見，拜拜。